另外來看中華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呢，昨下晡是有一台貨車，伊的後斗是載着冷氣的設備，煞唔知啥原因熊安尼導火燒，也因為迄當陣拄啊好是下班時間，所以規條路攏安尼塌掉咧。消防人員是來出動5台水靈車，也閣有一台救護車，加載真緊就拍花，也無造成傷亡。在遠遠地當看到快速道路頂衝出烏煙，中華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拜四下晡發生火燒車意外，消防局接到通報，出動5台拍火車加1台救護車，趕去現場救援。開慢一點哦，這裡視線不好，要小心哦。中華台61線路南177公里的所在，有一台3噸半的貨車，後斗載冷氣，唔知什麼原因，冷氣煞熊導火。因為當時是下班時間，袂少車攏因為這件事故塌佇路的。嘛有濟民眾翕到火燒車衝烏煙的畫面，畫面看起來真驚人。加在這陣意外，無人受傷。救災車主抵達台61線上面，發現一台小貨車車上載運冷氣設備不明原因起火。然後布一條水線，然後於2分鐘內就撲滅火勢，無人員傷亡。起火原因待我們火調科做調查。消防局表示，因佇拜四下晡5點37分接到報案，54分趕到現場，真緊就把火勢控制落來，大約佇1點鐘內排除狀況，恢復通車。那詳細導火原因，也閣需要調查釐清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